TVB 高層、香港娛樂圈既超級大佬曾志偉，居然響條街度被影到同一個神秘既中年女子形影不離。呢個背後竟然隱藏住一段長達多年催人淚下，甚至能夠拍成一部催淚大片既極盡情義。曾志偉呢個名響華語娛樂圈代表住乜？無與倫比技、權力頂級技、人脈網，以及永遠聚焦響佢身上技八卦聚光燈。前一排經歷咗一段時間休養生息嘅曾總經理，最近帶住佢全新嘅事業大計，再度殺回大眾視線。然而真正引爆熱搜嘅根本唔係佢嘅百萬級新劇，而係響佛山條街都被網民偶遇嘅超級大瓜。當日嘅曾志偉身邊竟然緊緊跟住一個神秘嘅中年女子，兩人形影不離。女方唔單止全天候陪同，默契十足，甚至連一個眼神都能夠心領神會。呢個唔單止令人浮想聯翩，呢位能陪伴響大佬身邊寸步不離嘅紅顏知己，到底係何方神聖？唔通曾志偉又邁向左凱咩不可告人嘅第二春？一時間流言四起。但係當呢位女子嘅真實身份被連根拔起之後，唔單止冇引發任何道德譴責，反而令無數網民眼眶泛紅，直呼曾志偉真男人太講義氣啦。原來呢位一直陪伴響佢身邊嘅女子名叫阿 Van， 佢唔係咩神秘情人，而係 TVB 前御用化妝師張家曼嘅遺孀。呢個背後嘅故事咧，簡直比 TVB 嘅年度大劇仲要虐心。諗當初張家曼英年早逝，留低孤兒寡母，成個家庭既頂梁柱瞬間崩塌。響娛樂圈呢種名利場，追思會上多嘅係行過場流兩滴鱷魚眼淚嘅人，但係曾志偉企咗出嚟，佢當住所有親友嘅面，拍住心口鄭重承諾。兄弟走咗，屋企人我嚟照顧，我一定會好好照顧阿 Van。你以為呢個只係一句作秀嘅空話？大錯特錯。響呢個人走茶涼、拜高踩低嘅名利場，曾志偉唔單止兌現咗諾言，而且一照顧就係咁多年。佢直接將阿 Van 安排響自己身邊，等佢成為咗自己嘅御用私人助理兼化妝師。從工作上嘅大小事務、行程安排到生活中嘅點點滴滴，阿 Van 全權負責。可以話佢已經成為咗曾志偉響工作中最高度不可或缺嘅嗰一雙眼同最得力嘅左右手。兩人多次被影到同框出入，嗰個根本唔係咩見唔得光嘅緋聞，而係曾志偉一諾千金，對已故兄弟極盡情義嘅鐵證。試問依家嘅娛樂圈有幾個人能將一句承諾堅守咁多年？呢份擔當，呢份重情重義，響如今呢個浮躁嘅社會度，簡直比中六合彩仲要稀缺。斌哥話娛樂圈冇真感情啊！曾志偉呢波操作用實際行動狠狠地打咗所有睇客嘅面。咩叫江湖道義？呢個就係最高級嘅江湖道義。最近呢，仲有一樁趣事震驚咗成個社交圈。呢一次嘅主角係賭王四太嘅愛子何猷君以及國際超模奚夢瑤。呢兩位當初喺法國補辦咗一場浪漫到極致嘅世紀婚禮，婚後育有一對可愛嘅兒女，可謂係湊成咗一個完美嘅好字，家庭幸福美滿。但你以為豪門父母就唔使為細佬嘅教育操心，全抌俾保姆就完事啦咩？錯啦！就算你係千億家族嘅繼承人，去到幼稚園畢業典禮呢一日，都得乖乖化身為晒娃狂魔。近日何猷君同奚夢瑤嘅長子何廣新邁向咗幼稚園畢業典禮，何猷君唔單止親自出席，甚至仲作為家長代表上台發言，分享自己嘅童年夢想。嗰種為人父嘅驕傲同自豪，嗰種對眼到閃爍嘅父愛光芒，隔住個熒幕都能將人淹沒。
邊處話呢個幼稚園可唔係咩普通嘅地方，簡直就係個隱藏技星二代頂級俱樂部。睇嚟就算係頂級大明星、千億富家公子，終究都逃唔開幼稚園表演節目技魔咒啊！無論你響出面有幾威風，返到學校你就係一個普通技家長。呢個或者就係為人父母最純粹、最真實嘅幸福啦。提到幸福，娛樂圈度咧，仲有一對情侶嘅愛情故事，簡直咧就好似係一部跌宕起伏嘅純愛偶像劇。就響前幾日，人氣組合 ERROR 嘅成員肥仔嘅初戀女友阿芬響社交平台上高調放閃，慶祝兩人拍拖14週年。14年啊，各位，響出軌劈腿如家常便飯，幾個月就換一個伴侶嘅娛樂圈，14年嘅感情簡直就係稀世珍寶級別嘅奇蹟。阿芬晒出咗兩人既甜蜜合照，相入邊肥仔霸氣又温柔咁拍住佢嘅膊頭，而阿芬則對住鏡頭嘟嘴賣萌，甜蜜指數直接爆表，閃盲咗一眾單身狗嘅對眼。阿芬仲寫下咗一段令人酸到牙軟嘅深情告白。我日常唔算係好有運氣嘅人，我想我嘅運氣真係用盡響呢度啦。今日真係比中六合彩仲要開心。跟住落嚟，我要將目光轉向嗰堂仿佛食咗防腐劑嘅絕世男神們。娛樂圈到底有冇防腐劑？睇完呢幾位，你絕對會懷疑人生，甚至想去查查佢哋忌食譜。最近69歲嘅湯鎮宗同67歲嘅親細佬湯鎮業罕見地合體露面。呢個唔露面仲好，一出場直接震驚全網。你敢信？快70歲嘅阿哥湯鎮宗睇落去竟然比67歲嘅細佬湯鎮業仲要年輕至少10歲。諗當初兩兄弟年輕嘅時候，因為外貌極為相似，經常被外界誤認成雙胞胎，都係標準嘅大帥哥。但如今阿哥湯鎮宗嘅狀態簡直好到離譜，唔單止條腰挺直、神采奕奕，嗰頭烏黑濃密嘅頭髮，更是等無數深受脫髮困擾嘅90後、00後年輕人留下羨慕、知道、恨嘅口水。網民們紛紛崩潰大喊：佢係咪真係將防腐劑當飯食？呢個到底邊個係阿哥，邊個係細佬啊？呢個簡直唔科學。湯鎮宗近年嚟長居內地，過住閒雲野鶴般嘅退休生活。之前佢女湯樂文同馬國明結婚嘅時候，佢一身西裝筆挺，直接憑借超高嘅顏值同氣質，成為咗全場嘅另類焦點嘅。睇嚟個女能美爆全場，呢個強大嘅優質基因絕對係嚟自老豆啊！講到70年代嘅絕對男神，又點能唔提嗰位響瓊瑤劇到迷倒萬千少女嘅御用白馬王子秦祥林呢？呢位當年可是叱咤風雲，甚至曾同超級女神林青霞訂婚。呢段驚世駭俗嘅三角關係都係轟動一時。不過呢一段感情最終都係無疾而終，直到佢遇到咗比自己後生16歲嘅化妝師曹昌利，兩人結婚後生落兩個細佬，秦祥林便逐漸淡出娛樂圈，全家移居美國洛杉磯，過住低調嘅生活。就響近日，有網民晒出咗參加秦祥林朋友50歲生日宴嘅影片，影片中已經78歲高齡嘅秦祥林罕見露面。雖然頭髮已經花白，甚至有長稀疏，但佢戴住黑框眼鏡，依舊精神爽利，紅光滿面。佢喺現場心情極佳，唔單止同賓客熱烈交流，仲親自端住酒杯響台上中氣十足咁發言。嗰種舉手投足間既巨星風範，絲毫不減當年。如今睇到佢優雅地老去，活得如此幸福通透，真係令人感慨萬千。男神終究係男神，老咗都係最帥嘅老頭。點個關注，收好你個下巴，我哋下次繼續為你扒開呢個世界更多不為人知嘅猛料。